歡迎嚟到 Mateys Play， 我哋一齊 play 一 play。今日要玩嘅係 MSZ 006A1 Setter Plus Test Image Color。呢個顏色係 PB 限定亞寶配色，砌好嘅 Setter 係咁嘅樣嘅。砌完之後，剩翻嘅有變身嘅零件、本體同埋兩把光劍，仲有一隻手，同埋一張冇用過嘅貼紙，仲有預證部分嘅水貼。喺個說明書就知道佢係 A1 Set Plus Unicorn Version 嘅轉色版本，仲有一張 Test Image Color 嘅說明書。補色方面，我用咗呢啲 TS49 去補翻啲紅色位置，然後呢啲綠色啊、黃色啊就係用筆塗，最後就係做翻滲線同消光。可動方面，手臂可以360度旋轉，手臂同前臂嘅可動範圍，前臂抬高約90度多啲。臀嘅呢個位置唔可以喐。拳頭去360度轉，兩隻手臂可以遞高到呢一度。頭部嘅可動範圍，由於呢個位置擋住，所以頭部左右轉動都會被擋到。腰嘅可動範圍都係只可以轉少少，左右只可以少量嘅擺動。之後腳呢度又會有阻擋，抬起埋後裙夾，大腿可以向後拉高約90度，小腿向後擺可以接近大腿，小腿向前喐都可以喐到90度，大腿都可以抬高約90度。腳掌可以向下屈，左右只可以作少量擺動。背包對翼，左右唔可以喐，只可以上下轉動。背鰭都係只可以上下喐動。接住落嚟係變身，首先拆咗隻手，拆走埋背包呢3件嘢。呢度係拆多咗嘅，裝返上去先。之後解埋隻腳，收埋側裙夾。呢個位置太易甩啦，建議黐死佢。另一邊都係咁，插埋隻腳同埋側裙夾。前裙夾同後裙夾都要插埋佢出嚟。插埋另一隻手，剩返嘅身體同埋頭就唔需要啦。手嘅呢兩件都要插埋去。咁嘅準備就完成啦。接住落嚟就係將呢紮散件裝上去呢件零件度。
因為揸槍手嘅拳頭太易甩，所以我已經將佢黐死咗。飛機形態我就唔裝支長槍啦。鍾情於阿寶哥嘅朋友仔買埋呢隻 Zapdos， 就可以將佢揸過嘅機體一齊展示。攞埋1990年出產嘅 Zeta Gundam 嚟對比，以前嘅 Zeta Gundam 變身成為飛機形態係叫做 Wave Shooter， 但係而家呢隻 Zapdos 變身成為飛機形態又叫返做 Wave Rider。知道點解嘅朋友仔歡迎喺下邊留言。新出嘅 Z 系列無論係造型定係可動，對比以前都唔係好好多，仲要冇得一體變形。大家覺得 Bandai 係進步咗定係退步咗呢？中意 Z 系列嘅朋友仔歡迎留言分享下你哋嘅睇法啦。Zapdos 嘅簡單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呢條片嘅朋友仔歡迎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同埋分享俾想買呢隻玩具嘅朋友仔睇下啦。下次見。